如果你最近發現有一啲曾經好吸引你嘅嘢，而家變得好無聊，或者一啲曾經令到你覺得好焦慮嘅嘢，而家已經冇咩感覺，呢一啲都係你嘅靈魂已經成長嘅信號。其實我一路以嚟都好中意打機嘅，但係我中意嘅其實唔係打機嘅感覺，而係同啲朋友連線，一路玩一路傾偈。早排出咗令到所有男朋友失蹤嘅 Monster Hunter， 我最後都冇買到呢個遊戲。雖然我好多朋友叫我快啲返嚟一齊玩啦，但係講真，我真係唔想每一次打開部機，突然之間3個鐘頭、5個鐘頭咁樣就唔見咗啦。我亦都覺得呢樣嘢對我嚟講仲係有吸引力嘅，但係我只係選擇我唔將我嘅時間放喺呢一件事上面。4月嘅能量係覺察同埋改變，你可能會睇清楚邊一啲人、邊一啲事已經唔再適合你。你可能發現自己唔再執着喺某人嘅回應，而係更加專注喺自己嘅內在。呢一個過程並唔係冷漠，而係成長。當你嘅靈魂提升，你自然會發現快樂唔再係嚟自出面，而係嚟自你內心嘅穩定。呢一個月試下記錄低自己嘅感受，睇下自己已經成長到邊一步，你會發現其實你已經比過去更加接近真正嘅自己。你最近有冇感受到自己有啲咩轉變？留言話俾我聽啊！